聖經路加福音2章38節，正當那時，他進前來稱謝神，將孩子的事對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。呢個他係指當時喺耶路撒冷嘅一位女先知叫亞拿。佢寡居咗84年，亦都係話，亦都一個翻譯係話佢84歲。佢敬畏神，冇離開聖殿侍奉祈求。當佢知道耶穌基督嘅呢個降生嘅時候，佢感謝神，佢稱謝神。信耶穌嘅人常常存一個感恩嘅心，唔單止存一個感恩嘅心，佢就將孩子嘅事講俾喺耶路撒冷等候耶穌基督救贖嘅人聽。我哋信耶穌，唔單止我哋要感謝神，亦都要將耶穌嘅救恩快快嘅傳開，讓更多人能夠相信，聽見耶穌基督之後可以相信耶穌得救恩、得拯救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